嗱，先係嗰邊嚟。嗱，人家講嗰邊好食都掉真心啊，因為冇真心嘅人都冇挑戰啊，冇挑戰嘅人mà cái問題都唔嚟到自家嘅生活中啊。嗱，所以嗰邊嘅真心都唔係永遠不是嘅真心，都長時嘅一段時間嘅真心都未過hết。人班嘅世界要達到永遠嘅真心啊，都係喺一個簽人數18、14節咁樣講到，有真心嘅人一個痛苦都強少，所以世界有真心，世界一切痛苦、一切煩惱、一切嘅問題都強嘅過。嗱，然後佢講，你係講冇真心嘅人，嗱，你希望係隆重一切都吞下，因為冇真心嘅人。冇挑戰，你真心是個必得呐，你真心都在那裡上帝裡面裡得，在那個以賽亞書40、29節樣講到，佢本是個新嘅力量，本是個新嘅真心，增加本個真心，所以是個相信上帝，耶穌基督是個得到新嘅真心，得到新嘅力量，有新嘅真心、新嘅力量來行那個世間按多問題、按多痛苦、按多煩惱。但係要上帝嘅統籌，要叫佢真心乜嘢，要叫新嘅力量乜嘢，是個能跳過去，是個能前進，行過去，係仰望上帝，是個得到新嘅真心。阿門。